若美国2月23号迄天确诊的人数达到83000外例，搁来破纪录。曾经摕过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的歌手芭芭拉史翠珊，伫推特来发文章，俄罗蔡英文总统防疫成功。国外媒体彭博嘛来报道，台湾已经200天无来出现着本土的病例，互国际是真欣羡。 美国歌手芭芭拉史翠珊伫纽约唱歌出道60年啊，伊除了以唱歌的实力摕过10座格莱美奖以外，嘛捌摕过2摆奥斯卡金像奖。这款的国际名称伫推特顶面有2摆俄罗台湾的封印。10月24日，芭芭拉史翠珊声写讲，台湾是一个有将近2400万人的国家，却敢若7例死亡病例，认讲台湾女总统蔡英文有优秀的领导能力。 15分钟后，又搁引述4月份的新闻，当时蔡英文讲，真愿意甲全世界分享台湾的防疫经验，因为今日一天23，美国一天确诊的人数有83000多例，创下新纪录。芭芭拉史翠珊就问讲，唔知美国总统川普敢会接受女总统的建议？对了，美国、法国、德国疫情嘛真严重，政府前后宣布封闭的措施，国外媒体嘛注意到台湾的防疫成果。 台北社第29报道讲，台湾已经有200天无出现本土病例，最后一个本土病例是伫今年4月12日，一个20外岁查甫人和国外朋友会着，后来到目前为止，拢无出现新增加的本土病例。彭博认为讲，台湾的防疫作为和全世界拢真欣羡。